请不要靠近木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即係星期一至係六點鐘收嘅，即係6點前去都冇問題啦。咁 OK 啊，咁係。今日我去唔到啊，因為我可能要下個禮拜1、2度我先至過到去㗎，因為都幾日都